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的棒球英雄。26号大游行，中华职棒有不少啦啦队的队员嘛到场做伙来庆祝。啊，而咧这个游行车顶绑着两载头毛的未转量的小龙女艾文，是引发着网友的讨论。啊，其实哦，伫进前12强赛的预赛，日本的媒体就学到这个艾文有可爱的面貌，有灵卡的舞蹈，讲伊是上界可爱的妖精。啦啦队伫游行车向民众欢喜热手，这届台湾队拿下12强的冠军，对边拍拼加油的啦啦队也有真大功劳。其中一个放两支头前杯的查某囡仔艾文，第12强的比赛过程就吸引到日本媒体关注，因伊伫球场边上高水的妖精艾文做主题。而罗艾文作为中职卫专两队的核心成员，有高水的外形加灵巧舞蹈，红称作是上高水的妖精。认真投入团队的训练，艾文嘛是这摆12强加油团的啦啦队 City Amaze 成员之一。伫台湾晋级了后，艾文嘛甲其他成员各己开钱陪往东京，替台湾队加油赞声。这摆台湾队拿下冠军，艾文更加伫家己 IG 顶管写讲，感谢球团予伊这摆的机会，徛起哩国际舞台加油。台湾队拿下冠军，那台湾的棒球英雄出头天，啦啦队员也徛起哩国际舞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